報時信號由幸福醫藥贊助播出。現在係標準時間下午6:25。歡迎收睇6點半新聞。今日嘅主要新聞有：3號強風信號生效，天文台評估今晚9點之後係咪有需要改發更高信號。颱風逼近，陸空交通都受到影響，長沙灣亦都有大幅棚架被吹至鬆脱。粵車南下今日開始擴展到大灣區9個內地城市。睇下詳細內容。3號強風信號生效，颱風紅霞逐漸靠近。天文台話會視乎紅霞嘅登陸地點同香港嘅距離、本地風力等等，評估係咪需要喺夜晚9點至午夜12點改發更高嘅信號。紅霞而家集結喺香港東南偏東大約2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係18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沿岸。天文台預測紅霞聽朝喺惠州至汕尾一帶登陸，喺本港嘅東北100公里左右掠過。記者吳家軒而家就喺杏花邨㗎，喺3號強風信號底下，你嗰邊大唔大風啊？嗱係啊，黃曉瑩啊，喺杏花邨海邊呢邊呢，咁啊其實感受到嘅風力呢，就未算話係非常之大，可以形容呢係一啲比較涼爽嘅海風嚟㗎。嗱，其實睇翻天文台嘅資料啦，呢邊呢而家就吹緊呢啲嘅偏北風，咁啊時速呢大概係12公里，陣風嘅話呢就係27公里，咁所以呢都唔算一啲非常大嘅風嚟㗎。嗱，其實見到而家對出海面呢都相對上平靜，能見度都唔錯㗎，可以清晰見到對岸九龍東一帶。嗱，至於喺杏花邨呢邊呢，過往係打風黑點，咁啊見到呢，其實喺海濱長廊近住海邊嘅位置呢，已經拉起咗啲橙色圍帶，防止市民去行近。嗱，至於過往一啲見到嘅防水閘呢，今次呢暫時就未見到有安裝啦。我哋會繼續喺外面為大家跟進住最新嘅風暴消息㗎。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啊。好啊，唔該。而風暴逼近，陸空交通呢都受影響，有至少49班航班取消，238班機要延誤。咁市民呢就加緊做好防風準備。喺3號強風信號底下呢，長沙灣有棚架被吹到鬆脱。受紅霞相關外圍雷雨帶影響，多區下晝開始有雨。長沙灣青山道481號一處正興建嘅大廈，大幅外牆棚架懷疑被風吹鬆，部分棚架壓喺隔離大廈嘅天台。油麻地民英街有大廈外牆一塊20乘50厘米嘅石屎搖搖欲墜，消防派員清理。尖沙咀下晝雨勢唔算大，有遊客話風暴影響行程。我覺得現在天氣剛好還挺涼爽的，中午那一會兒實在太熱了，可能下很大的話就要在酒店裡面睡覺了。明天去迪士尼，就是怕明天下大雨會受阻。所以下大雨也是會去的。因為已經訂好票了，心情有一點複雜。喺向來當風嘅杏花邨，下晝有工人拆走岸邊嘅長凳，有圍封近海嘅位置。附近大廈棚網被束起，有商戶喺門外加設擋水板等。有居民已經喺玻璃上貼咗膠紙，做足準備。我覺得個風未必會產生好大嘅破壞啦。都要做㗎，咁啊所有啲窗閂好咗啊，連埋啲窗啊咁樣咯。我哋嗰度唔會，都要佢而家整咗啲有防波堤嘅嗰啲屋咧，嗰度出入咧都有嗰啲防水嗰啲咯。天文台表示，隨住紅霞靠近，天氣會轉差。隨住紅霞嘅繼續靠近啦，本港風力會逐步增強，狂風驟雨增多。聽日星期日風勢頗大，
有頻密嘅狂風大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同埋湧浪。稍後時間風勢會逐漸減弱。多間航空公司陸續取消航班。香港快運取消星期六同星期日往返北京、台北等地嘅航班。國泰就取消星期日凌晨1點15分到下晝6點嘅所有航班。有旅客到機場先知道航班被取消。And we are stuck because no one's really helping us. We don't know what to do now. 我們要飛過來就知道說，這個班機取消，看看有沒有機票可以到昆明。那如果找不到，我們就改行程，就在香港玩。機管局預料今晚到聽日中午嘅航班都會受到影響。咁我哋都啟動咗咧機場嘅航班重新編配嗰個系統。咁我希望喺呢度呼籲咧，大家如果今晚或者明天出行嘅旅客咧，係要同航空公司最確定航班，然後先好嚟機場。而西九龍高鐵站多班來往廣州、汕頭、廈門等地嘅班次亦都要取消。有市民提早嚟港。一定提前咗啦，咁早啲睇下可以同陽光玩遊戲啊嘛。係啊，睇下可唔可以趕到咯。港鐵話會加開臨時列車班次應付人流。無線電視記者黃子傑報道。中央氣象台就預料紅霞將會喺今晚至聽朝喺香港至廣東陸豐一帶沿海登陸，廣東多地晏晝開始天氣轉差。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永報導。澳門喺挨晚6點改發3號風球，隨住紅霞靠近，澳門晏晝開始落雨，當局發出黃色暴雨警告。氣象局預料聽日凌晨至朝早改發8號風球嘅可能性係較低至中等，需要發出藍色風暴潮警告嘅可能性係較低。轉睇下其他消息，粵車南下即日擴展到大灣區9個內地城市，第一日有近170架車入境。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話會繼續探討進一步擴展名額、城市甚至過境口岸。洗中環道，無線電視記者盧卓文報導。陣間返嚟仲會報導。世界劍擊錦標賽，張家朗同蔡俊彥都喺男子花劍16強出局。喺熱浪侵襲之下，法國同埋西班牙發生大規模山火，20萬人疏散。翻嚟新聞時間，喺亞博館舉行嘅世界劍擊錦標賽，張家朗同埋蔡俊彥都喺男子花劍16強出局。喺熱浪侵襲之下，法國西南部同埋西班牙中部發生大規模山火。其中法國波爾多受山火逼近威脅，市郊多區包括機場都要疏散。喺法國西南部嘅萊日卡普費雷，消防員繼續同山火搏鬥，不停向火場射水。無線電視記者陳家喬報導。因為發生槍擊案中斷嘅美國白宮記者協會晚宴，相隔3個月之後重新舉行。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長達1個鐘頭嘅演講，襲擊揶揄多個佢唔中意嘅人，又講笑話自己將會再度連任。無線電視記者江月報導。美國太空科技公司 SpaceX 再次試射星艦火箭。2、1。SpaceX 形容係星艦歷嚟最成功嘅一次重返地球。最後再提提大家，天文台預料颱風紅霞嘅烈風區逐漸影響本港，將會喺夜晚嘅10點10分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新聞亦都報導完啦，再會。小朋友係真係講唔到嘢，係好難再去揾翻一個新嘅老師去適應翻。有專為 SEN 學童提供行為治療嘅訓練中心突然宣布停運，家長質疑中心結業前毫無先兆，甚至不斷推銷課堂。近70名家長預繳費用高達140萬，留意東張西望。人工智能應用越嚟越廣泛，部分企業請人時表明識用 AI 嘅求職者加分，情況係點呢？爆旋陀螺熱潮席捲香港，除咗大量對戰活動舉行，二手網站亦出現炒賣現象。財經透視，星期日晚6點，翡翠台。
天氣報告係由龍本坊心靈白術散呈現。喺黃線河同你睇天氣，熱帶氣旋紅霞今日進一步靠近廣東，本港下晝有狂風驟雨，日頭天氣酷熱，多區氣溫升到34度或以上，上水嘅氣溫比較高，話下晝升到36.7度。受到熱帶氣旋紅霞影響，今晚本港風勢進一步增強，聽日有狂風大驟雨。轉睇下，截至下晝5點鐘，天文台錄得嘅氣溫介乎26至到34.5度。依家嘅氣溫係29度，相對濕度68%，3號強風信號係現正生效㗎。跟住有請天氣家族出場。預測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嘅西北風，今晚風勢進一步增強。聽日多雲，間中有狂風驟雨同雷暴，氣溫介乎26至到29度。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驟雨，隨後一兩日雨勢有時比較大，同埋有狂風雷暴。跟住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廣州落雨，澳門、深圳雷暴，廈門落雨，台北多雲。上海、杭州多雲，南京落雨；武漢多雲，天津、北京多雲，瀋陽多雲，首爾落雨；大阪、明朗、東京落雨；曼谷雷暴；吉隆坡、新加坡雷暴；雅加達明朗。胡志明市落雨，馬尼拉雷暴；墨爾本、悉尼明朗，布里斯班天晴；奧克蘭驟雨；溫哥華驟雨；三藩市、洛杉磯天晴；紐約天晴，多倫多驟雨；羅馬多雲，蘇黎世、巴黎天晴；法蘭克福明朗，倫敦、阿姆斯特丹天晴。天氣講到呢一度啦，拜拜。